伊朗这波认知战彻底露馅，宣称试射1万公里洲际导弹，还说落点在俄罗斯西伯利亚。结果美国直接打脸，压根儿没探测到任何信号，纯属自导自演的闹剧。这则消息最早由伊朗一位常发假消息的学者放出，声称俄伊合作提供试射支持。可无论伊朗政府革命卫队还是俄罗斯，都没发布任何官方通告，连卫星图、视频等佐证都没有。要知道，洲际导弹发射热信号极强，美国天基红外卫星系统全球无死角监控，几分钟就能锁定目标，且导弹途经中东、欧洲、美以军事基地，雷达密集，不可能集体失明。更离谱的是，俄罗斯从未允许他国导弹在本土靶场落点，这完全违背国际惯例。何况伊朗本就是造假惯犯，去年还谎称击落 F-35B2。放出的合成图漏洞百出，说白了，这就是伊朗在美以施压下，靠假消息打认知战，稳住内部的手段。伊朗的小伎俩被精准拆穿，没有硬实力支撑的谎言，终究只会沦为笑柄，根本吓不到对手。